是阮的独家新闻，这是南投有一个查甫人，顶礼拜六举雨伞出去外口，讲要看流水，煞互一台货车弄伫涂骹。不过无到2秒钟的时间哦，伊就把这个雨伞接掉咧。调整伊的姿势了后，家己转跳起来，举雨伞转去念顶啊骹。好亲像是拄则呢，只是伫咧表演着地板的动作，而且呢，敢若受到小可刺伤。亲戚朋友呢，调这个监视器，发现讲这个画面愈看愈好笑，就来做一块好笑的影片，消遣这个雨伞兄。北区，搁再来北区，这个查某囡仔的尻川甲火车浸一个，一时间人飞出去，拍点伫路面，但是你敢敢相信？无到2秒的时间，伊就爬去。无惊，看我一个随徛起来，落雨天爱抓的雨伞嘛会记得举着。就算雨伞开花，尻川可能嘛开花，也是先来走去厝遐拍一个。但是这位大哥你嘛伤厉害，短2秒就敢若啥物代志拢无发生过，搁爱拄好来接着雨伞。到底是什么款神奇的功夫？倒退看屋顶的，然后车子就出来了，就很迷茫啊，就飞起来了。这个雨伞哥18岁，外号叫做马克，头路是伫咧卖精品。南投最近一直咧落大雨，伊请人来修理漏水，煞因为伤大意，才来互车弄着。好佳在敢若有皮肉伤，毋过伊这个动作一跋倒随爬起来，敢若咧表演共款，画面实在是伤精彩，亲戚朋友拢感觉真趣味。动手来做影片，好笑的模样，雷屁骨落摆，搁来配合音乐甲连续剧的台词，一时间就伫咧网络唱起来。网友搁讲，这个影片敢若有毒，不管是啥物人看到，拢会起爱笑。记者综合报道。